行到咗車啦，轉駁巴士轉入機場。姨喺嗰度，媽媽喺嗰度。今次我哋去大阪呢，咁就係香港飛嘅。而家我哋喺香港機場咁咧，今次係坐第一次坐嘅大灣區航空，大灣區人坐大灣區航空咯。咁係737-8嘅，咁我哋睇下飛機先。而家就係我哋今日坐嘅飛機啦，唔係佢最新嘅嗰對飛機啦，但係都好似10年都有，咁感受一下啦。第一次坐大灣區航空。在閘外期待你。佢咧係冇得優先登機嘅 BB， 所以我哋都係排緊隊，按排數啊。直到你踏前到地，熱烈地來等你。佢哋已經行緊啦。Hello， 兩位好有錢喎。係啊，第一次搭大灣區航空，大灣區人。係啊。係喎。想。睇睇登機場啦。向前，呢度入去，坐中間。Would like to extend a very warm welcome to you on Great Bay Airlines. 737-800 flight HP344 bound to Kansai International Port, Osaka of Japan. Our flight time today is hour and 49 minutes to Osaka. Expect這邊等你，靜靜望着寬闊大門，直到你踏前到地，熱烈地來等你。於心中已躍起，期待再快步上前，挽着你手臂，終可以與你愉快漫遊城市的空氣。佢係有派飲嘅喎，雖然咧就係得茶同水可以揀個咖啡，唔係應該就係得茶同水，頭先好似冇咖啡都冇。呢個係中國茶啦，有趣。如果係茶嘅話，呢個杯係好似2,000 ml， 同埋有俾 snacks 蝴蝶酥嘅呢個係大灣區航空 GBA， 睇下個座位啦。同前嗰個位置有一個半拳頭嘅空間啦，所以我將個人線路條都係見坐直過去空間幾多，佢部空間其實唔錯，都有燈啦，係咯，
個係一節版嘅餐台啦，同埋可以再靠近你啲啦，兩個放杯嘅地方定位。上邊呢度咧就有佢哋73788嘅安全須知啦，大灣區航空。之後佢哋嘅 Great Enjoyment，佢哋嘅一本書仔咧，介紹佢哋食嘢食啦。哇！有出前一丁喎，有港式小食格仔餅，幾好食，價錢都 OK 嘅，唔算特別貴，可以接受嘅範圍咯。跟住就有啲手信啦，呢部機係最新嘅飛機，啱啱新到嘅佢哋，仲有佢哋嘅吉祥物。之後咧，雜誌啦，介紹航空公司啦，佢哋飛嘅一啲地點嘅介紹。有佢個最新嘅飛機嘅介紹都有。有另外一本講 cafe and shop 喎。不過頭先佢哋話呢部飛機已經冇得賣免稅品啦，但本書仲有。座位呢度有個歐仔啦。嚟掛衫或者掛嘢，我老婆掛咗個垃圾袋，前面有個細嘅網袋去擺嘢啦。跟住呢個就頭先嗰啲零食去揼咗喺呢度，呢啲凳係咁樣嘅，都幾好坐喎嗰啲凳，你覺得咧？係啊，咁啲啊，幾舒服喎，唔覺得？可能因為你太攰。係嘛？我覺得個覺得太辛苦，不過頭冇頭靠咯，成個頭會真係最好就買，最好就帶，最好自己帶個頸枕嗰啲，可以向後靠㗎。呢樣做得呢樣幾好啊！好多航空公司而家都冇，有係幾好。個距離我覺得其實幾舒服，BB 坐得都好舒服啦。頭頂係用呢一隻方法設計嘅行李艙，所以你呢度嘅頭部空間係會多好多，你企個人可以企直立，唔使烏低身都可以企住。廁所正常到不能再正常，都係有個換片位啦、馬桶啦，冇乜特別，咩都冇啦。降落啲燈都變色啦，轉咗藍色，變咗佢大灣區航空嘅顏色。在閘外期待你，一早於你客機，這邊等你，靜靜望着寬闊大門，直到你踏前。心中已躍起，期待再快步上前，挽着你手臂，終可以與你愉快漫遊城市的好美。天空多高更美，一起共度漫漫路程，一定要行先啊！來年幾多繁忙，仍可約在一天。拜拜，同姐姐拜拜啊！姐姐拜拜。你哋行埋一邊。期待再快步上前，挽着你手臂，終可以與你。記得3年。